那些人来意不善，我是担心你。回去闭门思过，抄200遍规矩。 放开我！这网线在编织时混合了金刚线丝，别说是你们了，就算来几个焦砂也是冲不破的。贼子，今日你若是劫了我们，就犯下滔天大罪了。嘴还挺硬。你是谁？说吧，你们的主使是谁？你说什么？我们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的主使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在上元节灯会进行行刺？什么行刺？这位小爷，这顶大帽子我们可担待不起啊！对呀，还是不说是吧？啊，好。英雄饶命啊！饶命！说还是不说？说，我说，我们啊！哎呀！师傅，爬回去，告诉你们的主子，就此住手，既往不咎。如果再纠缠不休，我不会像以前那样，把事情轻易接过了。 走。师傅，跟我回去。指挥使。师傅，我不是故意要瞒您的。师傅，您的手。为师平常怎么教导你，记得吗？令行禁止，言出法随。既然知道，知错犯错，该当何罪？那些人来意不善，我是担心你。回去闭门思过，抄200遍规矩。 喂，该你了，该你了。换一阵吧。